老师，你的台语哪会听起来这么押韵？作者柯妙如。我拄开始教册时，因为是伫南部的学校服务，为着要甲学生仔有共同的语言，甲家长有较好的互动，所以我开始用台语甲家长联络，甲学生囡仔讲话嘛尽量讲台语。毋过会记得有一摆，我当咧甲学生辅导开破的时，学生仔雄雄甲我应一句讲：老师，你的台语哪会听起来这么押韵？我煞规个戆去。我讲的台语敢会互人听无？阮兜住伫台南，自细汉厝内是大人甲阮囡仔讲话，事上拢嘛是讲台语，所以大部分较常用到的日常用语，阮普普拢知。虽望是伫即种4个位仔拢讲母语的环境内底大汉的，毋过阮兜的囡仔拢是会晓听，煞无啥会晓讲。高中毕业了后，我考到台中的大学，伫学校甲老师同学拢是用华语咧讲话，因为安尼，我讲台语的机会就愈来愈少啊，所以我的台语无啥练转，腔口嘛有淡薄仔怪怪。自从学生囡仔讲的迄句话，老师，你的台语哪会听起来这么押韵？我才开始思考，家己的台语是毋是有腔口的问题，也是无够标准。所以自迄件代志了后，迄阵仔我若是放假倒来伫厝里，甲厝内老伙仔班泡茶开讲，定定会听到因讲一寡粤客仔话，也是俗语咧外省讲笑。拄开始我若亲像是咧听雷共款，听甲不飒飒，完全毋知影因是咧讲啥物。毋过我拢会去请教因迄句俗语是啥物意思。就安尼，我对台语的了解愈来愈济，嘛愈来愈有兴趣。有一摆，我甲阿母倒转去草地看外公甲外妈，大家当咧开讲的时，拄好讲到我即阵仔拢甲一寡时代咧学台语。阮外公念咪讲，恁阿嬷足够讲袂猜，你叫伊甲你教。即阵仔，阮外妈就对伊喙内讲出规罐的台语袂猜出来。我赶紧三笔记甲记起来，惊漏口去。就安尼，我又搁加学着一项趣味的台语文。俗语讲，老人毋讲古，少年毋捌宝。老大人有足侪少年家毋捌的知识甲经验，值得咱去请教学习。阮外妈虽然无受过教育，嘛毋捌字，毋过伊是一个足有智慧的查某人。我对伊身躯顶学着足侪物件，因为有即款的缘分，佮加上自细汉就爱对阿嬷做伙看歌仔戏，伫大学嘛有接触过歌仔册，所以我对台语文是愈学愈有兴趣。这几冬我嘛开始带学生仔参加台语朗读的比赛，伫过程中我认捌足侪台文字、白话字甲俗语，嘛深深了解台语成做咱台湾人母语的原因。台语有足水的声音、特殊的开口，佮有各地无同的腔口，甲丰富多元的台湾文化，是咱台湾人珍贵的宝藏。所以，咱应该爱好好啊推广台语，毋若家己爱食讲，嘛爱教咱的时势，熟悉咱的母语，互台语毋若袂断根，阁会使甲咱祖先所留落来的重要的财产传承互后一代，互台语继续伫台湾即块美丽土地生态结果。